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张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真久无唱歌，吟圣诗啊，咱这集过来吟圣诗啊。这届有7首，唔知唱会完无？应该会使吧？试讲咩啊？一开始是要讲迄个，我看人记载讲，圣经有写过唱圣诗。第一个出埃及记的时阵就开始啊，咱来读一下好啊。真久无看到出埃及记，15章第1节，其实咱想啊出埃及记，咱已经录年外咧，足久真正诶。但是迄是真要紧的一本册，大家会使等去听。15章第几节？第1节。迄时摩西甲以色列人对上主唱这首诗歌。但咱捌估一下好啊，因为14章的30节。好，迄日上主安尼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拢死伫海边，以色列人看到上主用大气力对付埃及人所做的事，就敬畏上主，佮信服上主甲伊的仆人摩西。所以是出埃及里，就是有影出埃及了，大家吟这首歌啦。15章开始。迄时摩西甲以色列人对上主唱这首诗歌。我要对上主唱歌，因为伊大胜利，伊将战马甲马兵车落海。上主是我的气力，我要唱歌称赞。伊甲我解救，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伊是我的主上帝，我要尊重伊。上主是战士，上主是伊的称呼。所以这个算上早的开始，但是迄阵较毋是用唱的啦。其实我最近读迄个音乐的历史啊，一开始嘛是无迄个乐器，就用和声还是啥，尾啊才开始有迄个乐器。但是这差不多拿以基督信仰来讲，上早才杀到这个时阵嘛。好啊，所以咱即届有7首诗歌，无是有啥物想要讲的无，我真诶吟诗，我大学时。我伫大3，阮中央大学团契，咱组一个迄个四重唱，迄个双人诶四重唱，做8人。阮8人参加中央大学第1届甲第2屆诶合唱比赛，阮2年拢摕第1名。但是讲有人输琴。迄阵阮拢无，拢清唱啊。迄个时阵，迄个时阵，大家无啥物娱乐，无啥物专心的听首歌、听演讲、听辩论，大概都是安尼尔。迄大学生活就是安尼。迄阵嘛无啥物跑步。拢无，通通应该是中央大学拄成立。我第1届。伊因为所有人可毋知影，台湾早期是无啥物大学。看来有应该是台湾大学成功较早。成功迄个时，我真可惜是成功要胜利的，我成功连添都无添呢。迄阵刚好做什么工学院呢？无，迄阵做省立成功大学。所以我鼓励的添了再添成功，成功根本我都在后边咧。即摆讲台什么台几啊百个考啊，台青交城，我讲我城都无喺你内面那个。迄种清大马北有吧？清大未有，嘛这少年的嘛。我认为是清大、清华甲交通拢还未有。所以迄阵可调中央已经放跑，放跑是无啦，是。大家听到啦，超爱人呢。我迄阵可调，阮个增加嘛是拢，我规整头一个上台湾大学。要放跑。对啊，这时代真趣味。对啊，但是诗歌的历史足长的啦。咱今日有选一寡歌，无数听太济，所以拢大部分是我去选的。我听了较有趣味的整理出来。第一首叫做《美好力量，忠实点睛来鼓慰》，听起来足长的哦，但是会得个人写的。咱要介绍过伊，或者潘霍华。这简单讲就是潘霍华是一个德国的牧师。第一个理解世界大战的时阵，反抗希特勒，但是去用掠着，不要去用吊死，吊死我也久，
德国的拍输啊，所以其实嘛就无猜。伊伫内底有写一寡诗歌啊，写一寡批啦，后摆人有甲收集做一本册。咱顶个唱的或者刻铸文典机标规律地保护，78集的时阵，这是伊另外一首诗歌，应该是差不多要过年的时阵，就是鼓励大家讲，有主的保守啊，咱会做伙入去新的一年。这曲啊，因为伊写迄个诗歌嘛，无写迄个曲，听讲有70几种。咱唱的版本是1970年。叫做 Siegfried Fietz 所写的，德国教会有修理圣歌本，这个阿伯尾也有录一个新版的，同迄个 YouTube 上嘛，几啊百万人听。但是咱这个今仔要唱这个版本是德生教会一个胡长松，有那台湾作家啦，伊本来是华裔是林鸿信牧师翻的，伊是刘德的嘛。跟威尔个翻做台语。曲咱是用这个德国的本来流行的版本啦。咱先来读歌词好啊，还是无事有啥补充无？他话是我足意爱一个新乐家，足有创作力的。伊尾有一本册写无了，迄本册名就是伦理学。我足侪伦理学问题，足想要问伊的啊，无猜这人都有伫的。无因若迄本伦理学出来，我想一定会接触到足侪人的问题啊。对，就是讲伊毋若是讲去暗杀希特勒失败尔，伊本身就是一个真好的新学家。而且伊嘛有去美国啥留学啥，尾也是放弃遐机会去用行动要去。要去掐倒希特勒啦，这无简单的啦。但是你看伊歌词看袂出来啦，真迄个平静。咱先来读歌词啊，牧师听。美好力量，忠实恬静来鼓慰，奇妙安慰，保守伫每一天。这日子我要甲恁来斗阵，甲恁做伙行入伫新年冬。虽然过去拖磨着咱的心灵。艰苦日子重担嘛压迫阮，主啊，请你救赎阮惊吓心灵，因为这救恩你才创造阮，美好力量遐奇妙来遮看。这遮看是遮盖的意思啦。互阮坚信一切将来愿望，上帝伊甲咱同在伫早暗。嘛，伫咱每一个新的一天。伫头仔恁问讲，潘好我对印象上深诶，我有一个物件，我对伊咧讲诶神学一个印象真深啦。伊讲几啊项物件啦，其中有一项主要甲咱思考完全拢无共。咱普通若拄着一寡代志那差不多像透早食饭啦，中昼食饭啦，晚食饭啦，10点、11点、12点瞓啦咱这正常拢是安尼做，这拢毋是上帝咧做工啦。迄工若安尼特别忝，若是讲毋知发生啥物代志9点就困都足无平凡诶代志咱才会感觉上帝特别做工互我迄工较早困记当工固然较有气来通伊啦。伊讲即款思考有一个问题，即款思考就是讲将迄个平常迄个。足有处，拢有足有特殊迄个条理，迄个生活甲下伫上帝旨意诶外面啦。伊讲其实你爱想，迄嘛是上帝旨意啦，毋是遐看起来特别的奇怪，什么迄才是上帝旨意。上帝旨意就是伫遐，你看起足平常，无啥物诶代志的，上帝旨意伫迄中间。对呢。上帝是啥物时阵啊？因为讲两起若无歹心，咱无感觉。拢无歹伊咱这个就落来，有啥物感觉？就是讲，其实要维持迄生活稳定是真困难的。对啦，上帝帮咱呢。OK。咱来读上尾这好，今仔日请将温暖，一火点起。你所属光明伫阮的暗暝，带领阮若是会当还到阵，
因为阮知你光照伫暗暝。这咱的话歌嘛有这个感觉，但是迄个用image来讲的，咱伫黑暗内底有上帝带领，光明安尼行。这就像我法师讲的，你安尼会真明显感觉讲上帝甲你做伙，但其实平时的时阵嘛是拢有上帝做伴的。好啊，咱来唱吧。起来点者，美好力量安尼好啊。美好力量中是恬静来靠慰，奇妙安慰保守的每一天。这个日子我要甲恁来斗阵，甲恁做伙行入的新年代。虽然过去拖磨着阮的心灵，艰苦日子当淡嘛飘完，主啊，请你救赎阮惊遐心灵，因为这救恩你这创造我，美好力量遐奇妙来遐看，互阮坚信一切将来嘛，上帝伊甲阮同在的站，嘛伫咱每一个新的一天。其实咱拄啊唱的上尾一句，就是牧师讲的。上帝伊甲咱同在伫站，嘛伫咱每一个新的一天。对啦，毋是迄款安尼足特别的代志，才甲咱三个弟弟伊出普通时，咱看这普通的事，上帝就甲咱三个弟弟啦。伊一直讲到这样代志啊。所以安尼想起来，其实唱圣诗有这好处。你有人就安尼会较会记掉的，有迄个 melody 啥。好啦，咱来第二首啊，或者祝文典家庭，这更听过人较少。无说应该，我知你正经捌听过。我是安怎知影呢？就是最近有发生迄个俄湾中华教会枪击事件嘛。对。然后就想讲去看伊网络啊，以前的讲道听讲嘛，其实听不想出来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差不多是。台湾顶了到的讲道差不多啦。差不多啊，就是赶快嘛是有迄个。吟圣诗啊，牧师讲道啊，像嘛主要是拢讲台语是无毋对啦。对啦。我嘛感觉有拢讲得真好啊，现场人袂少。这个是拄好我听着因迄个母亲节的敬拜，就有这首。我发现讲，其实咱敢若较少有迄个家庭的迄个歌词。信息有啦，但无济啦。嘿啊！我这袂歹主要是迄个曲我真早已经都听过啊，是爱尔兰的。本来有这 Sally Garden， 是本来写讲迄个单恋爱啊，尾来去用放杀啦，第迄个 Sally Garden 是迄个柳树花园啊，底下靠迄个歌词。我就改做是迄个祝文典家庭。这歌词上写来，伊是写讲说黄慧香，但是我无伊的资料，歹势。这可能因教会会友吧，还是伫美国的迄个会友。我查有也嘛别个教会捌唱过，这个翻译，这个也是讲写书，这个人会资料较少啦。咱先来读伊的歌词好啊。主愿来感谢你，陪伴宝贝家庭，守护父母做礼物，是你特别接你。对，这设立，对，这头头立例，咱真少的用，对，你教回来是出一个，你好，你特别安排意思啦。对，照主法度来教示，一生军队尊敬。
这绝对大家听不知什么意思，跟随准神，生活的准神啦。你讲一个规矩，或者嘛不是准神哦，是准神啦。神，阮要三甲用疼心，建立稳定家庭。所以这黄伟香港嘛，不是普通人哦。高兴，我要脱下出。写甲白个真水。设立个准神，继续。主阮来感谢你，父母即款会疼，用心付出甲关怀，照顾阮的细囝。伊的细囝。照顾伊的细囝。主教阮会三疼，赞阮信心勇健，厝内大细三亲爱，建立稳定家庭。想要一段。主阮来感谢你，虔诚献上恳求，祝福疼阮的父母，以及用心疼人的，虽望所做无够好，有时失迷行错，阮担坚心要决志，建立稳定家庭。其实读歌词袂歹哦。但是你若配伊个曲更好听。咱来唱吧。主阮来感谢你，陪伴宝贝家庭，想思父母做礼物，是你特别了你，教主我都来假是一生军队尊敬，愿要三甲用疼心，建立稳定家庭。但这嘛是爱讲一声来讲，伊迄新闻大家拢有注意到啦。咱一时个关心嘛，时常爱甲带到啦。咱特别是咱节目有真正在美国听。咱即嘛已经听超过10万届，我错一条。在海外的朋友，就是咱拢三甲做伙啦。阮拢有关心啊，这位讲啥个？我是要讲，我是看来新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一开始我是当然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是一个政治事件啦。真可怜啦！有个人，互人安尼头壳底捏做甲变一个，家己无法度反省，无法度正常思考，变一个安尼。我讲有够可怜的人哦，用上界可恶的方法哦，要来害死别人。虽然迄天当然咱知影有一个医生伫遐，为了要照顾大家，爱家己牺牲哦。好佳在无付出更较大代价。我是感觉即款代志个，我想毋若伫美国呢，伫台湾嘛是有呢。对啊，对台湾嘛是有，这些是哦，当时台湾可能因为请无遐济啦。对啦，这想要紧啦，嘿啦，嘿，台湾，就是讲尾后有一寡记录，我感觉有个人嘛是，这个讲起来是真歹做搞的。我感觉有人嘛有知影讲，咱来为着遐做毋着代志人记得啦。嘛是讲，虽然伊这样是毋对诶，毋是讲咱来念着原谅伊啊，像迄拢是新诶问题，是超越咱一般人咱接受诶。但是咱在反省诶过程内底，我感觉实在是记得上好诶啦。因为有当时为着这个偶发事件吧，虽然背后有真侪迄个累积诶物件。对啦，迄久长长来诶代志啦，后来我发现讲有即个信息实在真要紧。在唱的过程内底，咱有时间人迄个交托也好，还是讲先莫去想遐个伤复杂的代志。心情平静落来了后，去看变头前去。尾仔嘛有真侪迄个，就是木管啊，啥要奉献，要帮助伊个囡仔，
这大概欢喜奉献啦。对啦，但是我一直我会记咱咧落去了祈祷想要讲，爱有安怎伫灾难中间看到祝福，这有影是真困难。对啦，对，但是希望这个丧失性命这个医生因的家庭，上帝特别保守因啦，照顾因，特别遐细囝吼，抑个毋是讲出社会吼，佢咧读册咧，鼓励因继续向头前，向上帝稳定的路继续去向头前来行。但这个医生实在是真了不起，我感觉真了不起。真好基督徒，真好迄个模范啦。好啊，咱第三首，你就知影讲信息有啥遮尔要紧？这个或者有时咱经过美丽亲情河墘，河墘河浅，就是河岸的意思啦。对啦，这个新圣诗613首，是这部书应该细汉听大汉嘛。对啊，我想来讲就是我有一天去了食麦当劳，你知道？奇怪，这没有人那接识啊，后来他想着讲这是迄个信息，阮哋教会捌唱过的信息，所以伊应该是有遐了流行啦。迄个作家是或者斯比福 Spafford， 伊是纽约人，但是尾仔住芝加哥。本来真好呀，地产大亨的对啊。但是呢，1871年时阵有一个芝加哥大火嘛。尾仔甲芝加哥拢烧的差不多1半以上，尾仔芝加哥基本上摩天大楼拢是迄个时代定新个经历过，所以基本上路拢足大条的。但是这个斯比福的进前拄要买投资真侪土地啦。发现这代志了后，伊就破产。而且在破产进前，伊加一个囡仔两个翘起。所以就是敢若一个查某囝，对啊，尾仔伊就想讲，无带伊太太甲有4个查某囝，去国外好啊。因为决定是个代志，所以伊的太太甲伊查某囝来相坐船去。尾仔这个船船沉去。像太太活的所以就是讲5个囡仔拢过身去的意思啦。个破产了呀，所以这有影互人感觉真绝望吧。总是伊尾仔的个振作起来认真个徛起来，的钱尾仔拢关去做什么儿童的病院啊，就是这本来照顾迄囡仔，别人囡照顾家己囡仔，变成照顾真侪别人囡仔啦。即嘛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斯比福儿童中心，就是迄阵留落来。在过程内底，伊就写一首圣诗啦。尾仔有人甲谱曲，谱曲这个嘛，就有故事，有参加过迄个美国内战，因太太嘛是出车祸过身，所以伊看到这歌词真有感觉啦。就感动，所以甲写做是圣诗啦。这首诗我会记得，我头一摆献诗，就是阮圣歌队有一寡人去看，阮家己的母会有人破病，阮去伊的病床边吟这首诗甲安慰。我吟这首诗平常时无特别感觉喏，我伫迄个病床边吟一个，才开始流目屎。迄拄着迄个情景吼，这首诗迄个溃烂吼弄出来。这里面就真水呢。你变成，可能我都想象过有一天会再去，美丽亲情的河边，真水的一个河边的所在啦。咱先来读歌词好啊。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边，树木真青翠的路边。有时咱拄着大忧闷流目屎，若经过大风涌的苦海，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有时咱拄着规群凶恶对立，
包围咱四围要攻击，四边要攻击。有时咱拄着大试炼真艰苦，致到咱心失望，看无路，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可能就是迄句真好啦，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我哋麦当听着嘛是这句。伊 melody 嘛足水诶。对啊，就是为了是有对唱啦。因为唱免烦恼，也个一人接唱免烦恼。咱来唱吧。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好见，树木真青水的路边，有时咱拄着大油门那马赛，那经过这是无代志在唱咧，其实我是因为要录音但是就桥倒摆时阵，有当时唱这话较袂无聊。第四首诶是哪老这首啊？江杰人写诶啦，对，白力士就是迄个写曲诶人写诶。对，我想讲做伙甲唱一下这首，敢若定定有人做迄个上映诶时阵吧。无，我拢经伫回应诗诶时，回应诶时阵，我拢讲到了，调工回应诗经一首，互因知影讲，讲到迄是话命诶话，毋通甲做一场演讲，做一场咱像讲人诶专题演讲安尼咧听，底下咱爱看人表演安尼，是，所以这是魔术的指定曲的。我最爱用这首做迄个回应诗。对，所以魔术讲的时也在指定嘛，讲。对，我因拢甲我讲，总共几首嘛吼，回应诗迄一定爱啊！我当然用这机会，我用这机会，我就讲193首。这等于回应爱教育嘛。对，怎么你听这篇讲道，你听遐圣歌对吟诶。你心爱有某一种诶声来回应嘛？这咧甲你强调，上帝所赐话命诶话吼，是奥妙圣经拢记遐个代志，咱爱回应。是真好礼物啦，毋是讲迄个表演互你看了。是会使指定几首啊？上映敢你指定？上映嘛是我指定诶，对啊。上映我是有当时那迄个讲了有较长，我会经较短。那讲短短，我就经迄个较长诶，因为较长诶有几首写了真水。对，我几啊部迄唱了足久诶。因为你安尼讲，我较有这个感觉。上映讲拢经较短是有影。对啊，这嘛是迄个技巧对。咱现在读歌词啊。上帝所赐话命诶话，奥妙圣经铭记，不人捌主，互人知做。恩典明明之事，教咱捌主之意，诚心来服侍伊。上帝话话命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话命话，带咱得到永活。也真好，真好。我感觉较早这个词拢对外国翻译过来，会当翻译到这款水准吼，我感觉实在是。早期吼，我是感觉讲，咱毋是咧乒乓个人，其实咱吼包括艺术诶人拢爱记落来，这到底是啥物人翻译诶？这真正是有够厉害啦！这款台语有够水呢。无说咱读伊第3节好啊。好，第3节，真道话命福音演写，万民欢喜来赴。圣经上读，真道上听，深信永活诶主，写做平安温顺。阳光话命拢有这有押韵要加水。上帝话话命话，
写足好，这对我是翻了有够好，宴席跟长听啊，这更唔知阿文阿遮准诶，才真准，这足好。欢喜来赴，甲演外主不简单，不简单。这有哪些你爱看别个，伊是看得知啊。好啊，咱来唱啦。上帝所赐我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无人捌主，互人知做，恩典明明之时，甲咱捌主旨意，相信来好使伊。上帝话，我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我命的话，带咱伫高永活。对啊，甲拄啊，伊也是共一个人，天才，也是天才。伊写的歌写拢真水。我感觉伊是用伊的性命去写的，因为就是拄着这个代志。对啊，但有迄度写出这样互人感动的歌词。对啊，对啊。啊，第五首是我特别敬的，因为咱是讲太济，伊就爱认罪。但是我发现咱歌词好像唔敢写伊个认罪，尤其是现代的歌词。我早期拢就敢写。这早期伫顶落中，这足强调诶啊。对啊，这根本就是迄个。可能会到尾是用这首做伊的迄个主题曲啊。我罪极重，未得提示。这照天律法，永远着死，再无法度通救家己。耶稣，我来救你，救你。阿文拢足水。而且这第一句就已经甲迄个重点拢写出来，但咱无法度去咱家己救。那照天的律法早就爱死啊！所以按来爱亲近耶稣。这逐句的开头拢是我罪极重哦。爱认罪。咱读第二段好啊。我罪极重，满心污秽，家己努力无法通洗，主流保护洗我清气。耶稣，我来救你，救你。这个阿文真好。对啊，咱过来读一个啊，尾有迄个开迄个，认罪认到尾有开迄个较小可光明一寡寡啦。第六节。第六节，我罪极重，主恩极深，守事圣情，感化我心，情愿归主，永无三离。耶稣，我来救你，救你。对啊，认罪了爱记有稳定啦。对啦，安尼无迄规首敢若像黑暗去啊。对啊，基督教嘛毋是遐尼啊自虐，就是有稳定的宗教啦。这是足要紧的。但是咱毋通尾仔拢袂记有爱认罪这样代志。对啦，这故事是啥？这是英国人写的，尾仔美国人甲写曲。写书这人较要紧嘛，就是讲，伊是一个女性较特别的所在，因为以前都读过册的女性无济，而且是因哥哥是牧师，讲，你有闲来甲我写一首迄个歌词，但是伊一直写袂出来，到尾交的头一暝个真紧张的嘛写袂出，困袂去，到第二天的时阵，天光啊了，伊咧。想讲，不管什么代拢要为认罪开始，所以就用这个我罪极重这头开始写，尾仔念就写出来。因为你看伊写歌词写得长诶，但开头拢是共款，就是我罪极重。第一句拢是这个。有一个较算讲特别的故事是，这个歌写到100年后，有一个格里汉。牧师敢知迄人？伊应该是讲美国开始流行看电视啊，宣教迄时阵起来一个牧师，所以有几啊千万人，可能上亿人拢靠过伊电视讲道，真侪人受到伊的感化来信教。伊就是因为听了这首，他变做是传道人。而且伊个做过真侪总统的迄个顾问
含伊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 King， 就是伊个民运领袖，伊嘛要邀请伊去讲道，所以算讲是讲个足头前的一个牧师啦。但既然是伊故事是讲伊是听了100年前写的这首圣诗，所以有当时圣诗有真特殊的功能。咱来唱。好，这老歌拢永远唱袂成啦。歌词够好，我感觉歌词。台语比变太好吧？这。要学台语，都来遮学就好啊。对，这不简单的，这不是不爱台语。我最简单袂的是，叫天如花，永远就是在无法度通救家己耶稣，我来救你，救你。对啊，迄个第6首啊，这个毋是圣歌本的。我就想讲听我白教派圣歌，这是开始改教派，但是歌词真好，而且是天主教的学生写的哦，伊是1979年写的，较特别是讲伊是用以赛亚甲迄个萨姆尼真书合作会，所以你就知影这歌词不简单即嘛是受在迄个巡礼中 Methodist。咱一般伫台湾拢翻做卫理公会啦。卫理公会，那有什么特色啊？卫理公会都较强调正圣啊，成圣。这是强调行为爱是正圣啦，爱圣洁啦。因为 Methodist 就是讲，跟我什么 method 什么行为要较注重迄个感觉。对，还有这巡礼中的军队要得力的意思。对。威斯利是因为伊圣公会牧师，创办人或者较有名。伊到死伊拢是圣公会牧师，所以迄是对伊人买出来。了解。所以就是所以我这卫理中就是用伊的名。我会注意到是因为 BBC 既然有迄个票选圣诗排行榜，知道吗？这是2019年的排名前10名的对了。第一名敢若是迄个国歌的感觉，咱上熟迄个 Amazing Grace，第8名，这首是第10名，我来甲听一遍，较大部分拢捌听过，这首听了好听，去找伊歌词来看，我本来感觉歌词写得真好呢。咱无事先读歌词好啊。我是天甲海的主，我听见百姓哀求，一人沉沦罪恶。我要拯救。对，你看，伊这是用上帝口气，做法，以赛亚内面的，过来。我创造暗暝清晨，我要光照黑暗暝。啥人要带光互因，找见啥人。所以就是上帝有讲，要找上去，有一个问句啦。即么来的变成讲回应对。我伫遮主通找见我，我听见你呼召伫暗暝，我要去主，你若带我，心中笑脸你所有百姓。因为我第一个听他讲有够感动诶，就是有一个有呼召啊嘛回应的对。你故事真虽然个读一阵好啊。我是呼甲世的主，百姓忧伤我担当。为听因，我流目屎，因却越走。伊就讲，上帝遮尔听人，但是人个歹插伊，就离开，就有罪就对。我要破碎硬的心，赐互因疼痛的心。我要传道理互因，找见啥人。那就接讲，我伫遮主通找见我。我伫遮主通找见我。我听见你呼召伫暗暝，我要去。主，你若带我，心中笑脸你所有百姓。
我是天甲海的主，我听见百姓哀求，这人定论罪恶，我要拯救。我从这暗暝清醒，我要更照黑暗暝，啥人要大光予因，切欠啥人？我的家主，通切欠我听见你呼叫的暗暝，我要记住你那传我，心中想念你所有百姓。踮伊来到上尾一首，这无算应该最熟的吧？郑明堂。我知啦，对，伊是长老教会。懂。咱捌唱过一首迄个天杯稳定。那天杯稳定真正大。咱是咱第一个唱的天杯稳定真正大，以前就流行，敢最近可无啥爱唱。但是伊就是一直咧写迄个圣诗的一个教会人。较特别是讲伊甲骹无啥方便，这样用出一寡代志。但是伊妈妈就是真爱照顾啊，啥伊尾仔就真专心的，有即个温书啦。伊有去美国读音乐啦，尾仔毋知有伫遐摕学位无，我都毋知。你有当时会使看影片是伊去港岛就直接摕吉他出来弹，因为即个音乐的温书啦，所以写的台语就较现代。歌词歌迄个曲嘛，较合咱即卖气味啦，所以你会感觉较真，无数可能是较迄个古款的。我这老古板的。新款好处是讲，少年囡仔较爱。做伙唱啊，有当时会啥物咱做伙来吟啊，一摆个一摆安尼伫吟咧，有迄个敬拜的功能啦。旧的迄个圣诗较严肃的，有迄个为教会较大间，还有小提琴，迄个感觉歹势唱伤大声，就感觉是圣歌伫咧唱的，所以有当时有即个心理的问题啦。总是伊的歌真好听啦。即首我做阮感谢你主耶稣。咱除了认罪嘛，有稳定嘛，有感恩啦。咱来读歌词好啊。为着山谷溪里的水，为着野地秋天的花，为着太阳月亮的光，阮感谢你主耶稣。为着天顶美丽的空，为着春天清凉的风，为着星辰闪烁的光，阮感谢你主耶稣。但这讲空就是彩虹。这歌词嘛袂歹吼，真有迄个注意着咱四周围的风景。阮用心神感恩俄罗临时，你的人民作为极大无比。感谢唱歌俄罗无煞，阮感谢你主耶稣。咱甲读完好啦。为着逐日食清所用，为着属主幸福人生，为着心神喜乐平安，阮感谢你主耶稣。咱来唱啊。为着山谷溪里的水，为着野地秋天的花，为着太阳月亮的光，阮感谢你主耶稣。为着天顶美丽的景，为着春天清凉的风，为
心相惜的光，愿感谢你主耶稣，愿用心感恩了饮食，你的怜悯在为极大无比，感谢唱歌阿拉无说，愿感谢你主耶稣，愿用心感恩阿拉饮食，你的怜悯在为极大无比，感谢唱歌阿拉无说，愿感谢你主耶稣。所以今日就唱7首，真好哦！有当时爱唱圣诗，对，为人去教会可能，感觉这时间较无聊吧？免啦，圣诗吟圣诗，我做个吟圣诗啊，我是讲牧师太太、牧师娘毋是机会，你伊机会啊？对啊，牧师厝诶敢有平安哦？有啊，嘛是有嘛，平常时敢会。三不五时啊啦，三不五时，直接跟你自弹自唱哦，跟我叫领巾。因为我最近读伊个音乐史啊，其实音乐基督教非常迄个密的关系啦。对啦，因为今摆五线谱的是圣本笃修道院下出来，Benedict， 嘿，这个修道院真严格呢。对，袂使，应该就是讲，后援书内底有讲啥物？你若要军队话，就甲所有的财产卖掉，去帮助善家人来军队话。因遮人就是安尼，爱先甲，财产拢卖掉，才使入去即个本笃会。袂使结婚，袂使有私人财产，爱听顶头的话或者三愿。而且刚是逐工早去4点就爱去念经，听起来有淡薄像迄个不够，你知道？但伊特别是讲爱做工课，爱时常祈祷，而且非常重视教会音乐，这是上大的差别。所以伊得写落来，因为爱非常的清楚。其实我最近在学音乐，我都有这个感觉。就是讲唱歌是大家拢会唱的，就像咱袂晓读谱，咱听唱咱嘛要唱。比如全世界拢会晓唱生日快乐，听过就要唱的。但是五线谱出现了，会使记录了，就跟他五百字本来是文盲变成五百字，因为法度复制啊传播记录了，所以不来到有办法像伊会使莫扎特写，20分钟、50分钟安尼，后壁人个会使表演出来，这真大的差别，对，所以咱即卖有法度得唱100年前写的什么，我最激动啊，啥拢袂走正去，就是因为这五线谱写出来了，安尼想起来真了不起。因虽然过这个修道院的生活不一定甲咱相信的迄个教会生活相共，但是伊这贡献是也真大啦。对啊，无说咱就读经句。咱今仔日经句来读诗篇第18篇25节甲26节。主爱的人，你用主爱对待伊；顺传的人，你用顺传对待伊；清气的人，你用清气对待伊；毋过奸诈的人，你用冤巧对待伊。我搁读一摆吼。今日经句诗篇18篇第25、26节。主爱的人，你用主爱对待伊；顺传的人，你用顺传对待伊；清气的人，你用清气对待伊；毋过奸诈的人，你用冤巧对待伊。